手把手，祷告手。哇，你有看到大塞车？不管哪一个方向的，好像大家都塞在一起了。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有许多的环境，或许可以等一下，我们应该是会过去。这是每一天的日常吗？对，在日常当中，我们给我们启示，该停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吧，因为方向总是比速度更重要。圣经告诉我们，常常我们要来祷告，常常喜乐，常常喜乐，我们就能常常祷告，我们就常常会来感谢。那么其实是相关的哦，我们越多的感谢，我们心里越多的喜乐，越多的喜乐，在祷告当中，我们更多的领受上帝的赐福。好不好？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件在交通中感谢的事情呢。在我们的生活中，一定有那个很奇妙的事情。我们若是用感恩的心，我们会发现不一样。音乐牧师现在在录影当中，就是今天早上其实很不顺，一大早就打翻牛奶，我擦了桌上地上拖鞋，手机现在在录影的手机也是打翻的。但是用感恩的心，就会发现就像交通一样就顺畅了，就会发现哇，原来我还有牛奶可以喝，原来我其实还来得及录了一个音原来上帝一直在我的生活当中重点是我怎么看上帝给我的带领呢？我有没有常常来感谢祷告？我们有没有常常来喜乐呢？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分享一件事哦，今天感谢感恩在那困难当中，我们能够感谢喜乐祷告的，还有没有我们正在进行那个在困顿当中，就像这个车队一样，停在这边非常非常久，但在等待的时候，我们用怎么样心态呢？来喜乐，来祷告，来感恩吧。Q 看 Q， 祈祷 Q。